哋分享幾句㗎。大家好，係啊，我係古天樂。話咁快，第一屆嘅香港 Comic-Con 嚟到最後一日，亦都好快會圓滿結束啦。作為活動大使，我有啲感受想同大家分享。喺呢3日裏邊，我相信大家同我一樣，喺呢個展館裏邊係感受到一種好純粹、好強大嘅正能量同埋歡樂。但係呢3日只係第一步，我哋會繼續打造一個屬於香港，同時面向國際、高規格嘅動漫舞台。喺呢度，我好衷心感謝今日所有付出過嘅團隊、贊助商、合作夥伴、參展單位，以及最重要嘅係每一位你哋嚟到現場嘅觀眾，因為有你哋嘅支持，先至會有今次呢個 Comic-Con 咁成功。多謝大家。好，我而家正式宣布第一屆香港 Comic-Con 圓滿閉幕。但係我哋嘅故事只係啱啱開始。